后来郭台铭要来选总统，讲民进党的支持者跳甲未讲理，讲这些稳咯，赖清德是稳当选，甚至民进党有民意代表来话讲，要帮忙过党的来联署，结果是去惊动到民进党的党中央，讲这是国民党的家务事，要求民进党的党公职民意代表卖鼓噪，就是卖去插杂，卖食米粉花烧。民进党的党中央讲，针对这个郭台铭的联署，因未去涉入。 赖夫怎么看郭董宣布参选？斯卡都民调都有40%，是不是胜券在握了？参加活动去访问到贵党的参加总统的大选，赖清德微微笑，好心情完全藏袂掉，因为目前在野阵营分做3组，赖清德赢面真大，好部分民进党的支持者欢喜不不，一直话讲要甲郭台铭联署选总统。 民进党立委嘛是赖清德主地边的林俊宪，第一时间伫并册顶馆发文章，表示有选民讲要甲贵党的完成总统的梦。民进党桃园市议员王庆辉佮讲服务处接到民众的电话，问伊讲倒位会当替贵党的人数，佮话讲团政机已经准备好势。 郭台铭参选无机会赢，对选情更加乐观。严格传出，民进党的高层对这件代志下令党公职唔通对立斗走节。那选举总是大家喜欢热闹嘛，在民进党的党中央里面倒没有特别去说什么下令谁不得去干什么。他们在暗地里本来就会去做帮忙啊。如果最后是斯卡都的话，那么赖清德真的做梦也会笑，那真的就变躺着选了。 无要互哪赢，甲口说讲是倒咧选总统，赖清德是继续拼选情。严格目前对国民党来讲，首要的任务是团结求胜利。哪赢关市首长拢跳出来收听。铁出上替侯友宜，谢谢发文加油打气。老秀恩并册顶管鼓励侯友宜，讲友宜兄是一个调直的人，未晓花言巧语，严个认真老实。周万安嘛赶快打出着和侯友宜男做伙相片，写讲家己目睭内侯友宜也倾向有倾向。 啥所在，敢若关心民众的福利。如果未来真的有整合的可能的话，那么现在也并不需要大家一副的这样子拔刀相向。贵党的宣布参选了后，对国民党来讲，到底是敌人也是朋友？哪赢继续表示优先，无要放弃任何会当整合的机会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